机。宽腿板。宽三年。带我是天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姜一奎，我是小主播张文韶，我是小主播臭梅。欢迎收看2礼拜社会是天府。小周是母亲節，係講你看的係重播，今杯是母親節，所以今杯節目就開始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講到母親節，母親哈，其實我們有很多日常生活當中歌曲啦，或者形容詞啊，是講爸爸媽媽的。爸爸就是那個兒歌，哥哥爸爸真偉大。好，我講一個，比方台語的一個爸爸親像山，爸爸跟山一樣，可能是希望爸爸很穩重。那講到媽媽，我直覺想到我那個年代的一首歌，叫做《母親像月亮一樣》，你們有聽過這首歌嗎？好像有聽過，好，有聽過了哈。我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被形容得像月亮一樣，是初一十五不一樣嘛？哈，就是很善變啊，怎麼樣？當然我不能這樣亂講哈。我想知道你們當這個印象當中，如果要你去形容媽媽，你們會怎麼形容自己的媽媽？來，聰梅啊，噴火龍，噴火龍。對，為什麼媽媽像噴火我龍？們要從正面看，噴火龍它很大只，因為從後面看只看到尾巴而已，是不是？不是很。大只，它可以保護它的小孩啊，然後可以用火噴它的敵人啊。為什麼不是噴你？我很乖的，OK。媽媽沒有噴過你，對不對？噴有啦，一定會有的。好，來張一笑嘞，張一笑，你覺得媽媽像什麼？像一個堅固的家，媽媽是整個家的柱子，就會撐起我們整個家，就覺得她就很照顧我們，要煮飯，要上班，很辛苦，很偉大。當然講到母親節，大家可能會好奇，幾時又係對哪位開始就安慰建議咧？所以共下來看一下，你兩團同法。母親節又係到位喲，小朋友準備乜嘢要送俾媽媽呢？不過也到底有冇有母親節麼？其實有好多嘅講法，呢時候講硬幣慶祝可能係啲古希臘，比到慶祝秋時嘅阿妹啲也唔識盼嘅節日。不過大家清啲嘅係喺美國安諾加比斯嘅故事。安諾係喺當初間參加社會運動嘅女性，同佢媽媽感情同好。南北戰爭過後，伊當年嘅國家加唔上家，當到做阿美莎嘅模特之母。安諾嘅媽媽就發現伊哋安諾母親有年嘅發痛，就安諾媽媽叫下同破票、布卡卡庫行喺模特阿美嘅生意嚟聽書。1905年，安諾嘅媽媽過身呢，佢當艱苦。佢同佢媽媽高飛提出紀念母親嘅發痛，佢媽媽過身嘅日，那就係5月的天夜禮拜日。大家就決定安諾媽媽一定中意嘅康乃馨，會同所有嘅母親表示尊敬。紅色就係代表阿美鹹菜，白色係表示對過身阿美嘅思念。1914年，當時美國總統比爾頓就讓安諾媽媽過身日定作為母親節。不過聽聽講體育書冇通用，母親節嘅日嘅你冇通用哦。也台灣嘅族群見來見到用，沒有當到對其他國家來嘅媽媽，搞到母親節又係用嘅各位呢。其實呢個禮拜吼，做乜嘅你有啲討論，新出面嘅家庭家對 VCR 啲都有略略就看到，同法就少改到，近期。教育部對1802學年度102學年度的調查，就是當年度的學生裡面就有15萬人，佔了總體學生12.14%是新住民的這個同學，所以這個比例其實並不算低。我不知道在你們學校或在班上，狀況大概是怎麼樣？我們全校有52位，對，52個。學校的學生總共有幾位？300個，300-400個。300-400。那在你們班上呢？5位。所以你們班上大概29差不多個學生，所以你們班的比例還算比整體的水準再高一點點，超過10%哈。當然，除了透過用數字來呈現哈，在你生活當中呢，你可不可以說說你們就是學校或是班上的這些新住民同學？哦，有啊，我們班那個新住民同學，他唱歌很好聽，英文也超棒。你知道他哪個國家來的嗎？菲律賓。聰明。
也是先认识才会知道他的亲人是新住民。他头发是浅咖啡色，然后如果照到阳光会发亮。所以嚟咗禮拜四我時間鋪，所以利用母親節嘅機會，同你各位觀眾強到了解兩個對你嘅身份地圖，咁你就想下家嘅比例，同時佢哋面臨可能比你普通人還要多困難嘅新出面嘅媽媽，你強下來看兩禮拜嘅社會睇呢題。在那里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很多公园，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玩。路上面还有那个牛粪那些，所以我们晚上走路，因为那里没有路灯，然后我们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会踩到那个牛粪，然后回家就要洗鞋子。就是那边很冷，可是可以玩，就玩雪之后就是抽成雪球之後互相去砸對方。也就社會講嘅，睇起來同台灣都冇共用呢。不過也就是喺也就媽媽家鄉哦。今日社會事件鋪嚟到桃園嘅中正國小新移民學習中心，也特別係也就學翻譯、學才藝、交朋友嘅素材哦。啲也特別係認識同多媽媽，認識嚟談看啊，也就加嚟台灣有奈的故事。語言方面啊，各方面都不習慣，對，就慢慢的去適應一些環境。可是最不適應的就是那個冬天，好冷啊！我進入台灣的時候，好像剛好是10月份，要遇到寒流，超冷的，受不了。這邊比較潮濕，對，緬甸比較乾燥，對，然後這邊好像春夏秋冬比較不分，在緬甸分得比較清楚。對美食比較，到現在還是不太會適應，就偶爾會自己弄自己想吃的東西。對，這外公是法國人，所以我們吃的是除了越南還有法國，根本都沒辦法適應那個台灣的美食。家來的時候，大概每一天都會想家，幾乎每一天。那也是因為這樣子，我老公每天都叫我就是打電話回去。有時候下來蠻遠的，就覺得有時候覺得就是有什麼事就是可以跟媽媽講那些啊，就是可能打電話回去就怕媽媽擔心那些的，就不敢講。講到家鄉，伊個媽媽就有一個心照嘅故事。下嚟真多朋友，能強下嚟了解台灣的新出名媽媽都係對哪條國家留言呢？我們剛才在前一段的討論當中，已經稍微跟大家預告過，就是在台灣102學年度教育部的統計，有15萬的這個新住民的同學。那我們請現場2位小主播來為我們介紹一下，究竟來自哪些國家的同學比較多，然後各自佔了多少比例？我們先請張玉瀟。好。最多的是越南，它有43%的人是從新住民是從那邊過來的。將近一半哦。那第二多的是哪一個國家呢？我們在畫面上看到，哦，就是中國，還有36% 的人。OK， 來自於這些國家當中，前3名除了剛才看到的越南跟中國之外，第3名，比例相對少一點，但其實也有1成，佔了10%，是來自於印尼哈。我請教一下哈。在今天我們做這張圖之前呢，那2位小主播知道這幾個國家嗎？我要你把這些國家填上去，你知道他們在哪裡嗎？填不上去，我大概只知道中國在台灣旁邊。對，中國我知道，其他我不知道。那班上有沒有其他這個新住民的同學來自於哪幾個國家的？菲律賓啊，菲律賓也有，還有呢？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也有，是不是？我們看到這個地圖，確實地圖上很多國家，你們班上也有這樣的同學來自這幾個國家。那現在你知道，可能馬來西亞的同學、印尼的同學，原來他回家一趟要經過這麼長的距離。那在印尼、在馬來西亞，可能他在外婆家看到的，跟他所接觸到的，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在課本裡面，怎麼樣介紹這些新住民的文化？最近都有在教啊。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課本裡面怎麼教的？異國文化，他就好像說，就是什麼哦。西方的漢堡遇到中方的那個米飯，變成米漢堡。哦，這是一種不同文化相遇之後，它變成是一個新的產物。這些同學，他們的媽媽來自這樣的國家，他們來到了台灣，他們跟我們一樣面對問題是沒有改變。比方說啊，你們念書念得很辛苦，壓力很大，那他們也一樣。那
他们可能要面临比较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透过下面这段访问来听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妈妈他们的育儿经。印度的新住民妈妈认真对无穷样的國家來嘅，雖然呢未接觸到無窮樣嘅文化，也未變做其他到搞雖然呢前提嘅特色咯。哦，像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同期跟弟弟一起带回去，然后回去以后就去那边，就是想办法，就是带他们去认识我们那边的一些生活。暑假丢回越南，就跟着外婆会切菜啊、煮菜啊、煮饭啊，然后会拖地那些都会学到。像我们那边吃饭来讲的话，是盘子上面叠一个那个香蕉叶，对，上面放饭，然后菜放上去，然后用手抓的。像抓着吃，这是我们那边的文化，很重要。希望他们更了解我那边印尼那边的事，不只是台湾，不只是印尼，其他国家他们要了解过，对他们未来又会很好。印尼是个好地方，他们就说，因为我以后高中毕业要回去印尼做汽修的事情，然后我朋友就說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嘛，而且那里還有我的親戚，覺得不會很孤單。印度新住民媽媽認真hand做新人家下，讀嘅書同台灣無共樣，故所教新人嘅讀書家下，未讀到嘅懂到嘅困難，人家做嚟談困難，也得很勇敢面對，也得有問題呢。我們那邊跟這邊剛好就不一樣。不一樣呢，可能他適應這邊，如果我用那邊的方法教他，他沒辦法在這邊適應。是很想，可是他們的，然後像我們從小讀的跟他們讀的是完全不同。對，我們讀的時候是南洋課本，不是台灣課本。媽媽也要學習一點台灣的功課，也希望他學會之後要教我，因為我功課有點不好。跟其就是他教我英文時間，然後我也教他數學，就互相教來教去，覺得這樣不錯感覺。因為媽媽很會做事，一定也是很聰明的嘛，所以看完，也是好像我也會變得那麼聰明一樣。可能，在講到我哪些不懂的地方，然後，媽媽教我那個的粵文，我也教她中文，這樣子。就算很久，好像也不會覺得無聊。我們假日，就我們暑假的時候每天都要練球，然後媽媽有時候就會帶她做一些東西來給我們吃，然後那個時候同學才會問我，然後我才會跟他們講，就是很開心，因為媽媽很忙，然後她沒有時間來看我，所以我希望她多一點時間，花多一點時間來看我。Satu satu, aku sayang ibu. Dua dua, juga sayang ayah. Tiga tiga, sayang adik kakak. Satu dua tiga, sayang semuanya. 亲爱的宝贝，你是妈妈通往外界的桥梁，因为有了你，妈妈参加了设在你们学校的新移民中心的各种学习和活动。也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为你欢喜，为你忧。儿子，你虽然不完美，但很善良；你虽然好动，但你却很有礼貌；你虽然调皮，但你却记得老师说过的每一句话。这篇作文是刚才你访问的安度新居民的妈妈当中其中一个写的，他写的这个作文让我联想起最后面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有一个这个妈妈来自印尼的小男生，那我们就问他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妈妈说的？他就很直接、很自然的就说，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然后他就抱着妈妈的脸，亲妈妈的嘴巴。这样的画面配上这一篇作文，让我联想起就是在前几集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跟爸爸妈妈说的话，我还记得是臭梅，那时候就是千方百计想要吊你，就你也自己很坦白的就说，好像要对妈妈开口说我爱你，觉得很别扭、很尴尬，说不出口。那我不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个小男孩，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觉？应该觉得他很勇敢吧，他很敢表达出那个爱。你对妈妈没有爱吗？有啊，可是就是觉得说出来很尴尬。你呢？你在一般的时候跟妈妈的这个距离，
近不近？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吧，因为跟妈妈就无话不谈，就像朋友一样啊。当然要表达对妈妈的爱，不是只有说我爱你这样一种方式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吼。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的国家，他们又是怎么度过母亲节的。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世界各国的母亲节。在意大利，那里的小孩都会送上母亲一块心形的大蛋糕；而在芬兰，那里的家人都会早起散步，而那里的小孩则会送上母亲一束春天的鲜花。最后，在墨西哥，那里的小孩都会帮他们的母亲准备早餐，献上诗歌，交换花朵、巧克力。你已经想好如何要帮你的母亲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了吗？洗下茶，我一下要夾夾真嚟哟。嚟到禮拜4號嘅時間，普當冇強調，呢個進行62日體育版嘅4號嘅家庭訪問，訪問馬上咧，先要搶到訪問的對象嚟到節目現場，為大家紹介宇柔啦，宇柔嘅媽媽，來，宇柔你好，還有宇柔媽媽。我的名字叫做林宇柔，我就讀南勢國小的6年級。6年級啊，那媽媽也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劉仁華。我来自湖州，福建省湖州市。OK， 因为我们聊叫立白，这个星期谈的是就新住民跟新住民妈妈、新住民同学。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会找上宇柔呢？那时候刚开始就说要找新住民嘛，然后想说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台湾常看到大陆人，所以想说找比较贴近我们，就像宇柔，因为他就是大陆人，对不对？很贴近我们生活。我记得你刚才有讲说有一个同学头发很漂亮，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就是他，就是宇柔哈，很漂亮啊。那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你们之前是什么？是现在同班吗？怎么认识？不同班，我是1、2年级的时候跟他同班，我是3、4年级，现在就不同班。而且你们2个是不是还到人家家里去做客了啊？大吃大喝的，大吃大喝，吃了一顿，谢谢宇柔妈妈的招待哈。观众朋友也很期待，究竟我们到宇柔家里面，他们是不是没有礼貌啊？做了哪些事情呢？一起来看我们小欧第一次的家庭访问。下課誒，媽媽試茶來接宇柔進屋卡，安比亞當貼片咯。現在有2個小記者同學，我哋安宇柔屋卡拜訪。宇柔嘅媽媽係對中國福建來嘅。安比亞愛點出手藝，做幾下片家鄉菜來搶大家食。平常時就會地做下聽書嘅宇柔，唔是講沒有做到新住民嘅記憶，好好款待大家。你好老爺，大家歡喜嘅上家門，安宇柔就帶定家條去見風度烘搞。看那里，那个是他们家超漂亮的，他们家好棒。你给我踩棉被啊！我刚刚帮你折好的，因为上面很热哈。对。好啦，我不要踩。宇柔妈妈好漂亮哦，对，超漂亮，超美的，其实本人也很美。相信大家都有發現，宇柔屋卡當貼片咯，認真嘅爸爸嘅工作未啲鴉片，唔是講2個小記者沒有嚟聽啱看啊！宇柔很用嚟做爸爸寫副書。61624哇，香噴噴嘅嘢做麻嘅煮好誒，大家準備食飯了。好輕哦。對啊。好，幫媽媽看一下。2公的小幫手。你看啊。2公。再過了，再左邊一點。左邊。難哦。左邊拿10塊。走，繼續。走吧，繼續。肉做的，我夹你这里。要不我幫你們端啊，好不好？唔啲係咬到肚子變背濃麼，還係宇柔媽媽食材煮到當好食，2個小記者搶故事都強唔記得安排問題耶。然後媽媽，我問一下，那大陸有哪一個
个点，然后可能是食物的风格或者是什么，就很不同，就是差别很大。菜色不一样。菜色是它的口味比较重还是？不是，它那边的口味哦，咸度是比较吃的比较重，重口味。做到暗澎派，食到爆逼逼的，兩個小記者見下功課，和見同朋友同家媽媽打嘴鼓哦。媽媽平常可以在家裡，可以讓我們家人有比較多團聚的時間，我覺得很棒，就是比較多聊天的時間、談心的時間，就是有時候在學校會被同學排擠之類的，然後就會跟媽媽講，然後媽媽就會跟我講一些就是道理，就說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理會這個人就好了，心情會比較愉快，會比較舒暢一點。那家瑜原本不是有說最大的不同，那羽绒王是怎麼習慣？當初我是什麼都不做，學了就會了。對，我當初是什麼都不做，都是靠自己的那個看法，用自己那個眼睛去看，去學，觀察才。那就是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才適應台灣，或是會做那些事情？大概花了多少時間？應該有1-2年吧。我覺得應該是。觀察還有那種堅持，不然沒有辦法那麼快就學會了。我覺得很佩服啊，因為他原本是從一個很熟悉的舊環境，然後換到一個新環境，而且是從什麼都不會學到，變到這樣很厲害。像是我們可能有自生自滅，有那麼誇張？哦，又吃又喝又玩呢，哦，你可不可以聊聊去人家家裡，就是去雨柔家做客的感覺？我覺得他們家好溫馨哦，大家可以睡在一個房間，全家哦，那這樣感情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好。媽媽有沒有跟你講過她一開始怎麼認識爸爸的？他有跟我講說是有一個他很要好的朋友介紹給他的。嗯哼，那媽媽有沒有把完整的過程跟你講，包括他怎麼樣嫁到台灣來，這些細節你知不知道？媽媽要不要講一下，讓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一下。當初是跟同學介紹的啦，因為那個同學也一樣嫁到台灣來。是，然後他介紹跟他爸爸認識，然後就他當初沒有看到之前，他怎麼形容爸爸的？沒有，我們當初有用相片，用那個相片來相親嘛。對。然後我是在我們湖州那邊上班，是，然後他都會經常打電話跟我聊天，怎樣聊了一段時間啊。覺得這個人還不錯哦，是不是？挺誠懇的。今天呢，難得這個雨柔跟媽媽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我們也安排了一個小遊戲。那我們就先請這個臭妹章魚燒去幫我們準備道具，好不好？來，麻煩你們後。可以在南母。母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祝你母親節快樂。他們是想要利用剛好明天是母親節的機會，然後媽媽來到我們現場。那我記得就是我們那時候去你家拜訪的時候，我們有問你，明天就是母親節了。那有沒有什麼要跟母親節講？那個時候你說還沒有想好，那你現在有沒有想好母親節要跟媽媽說什麼？謝謝你這幾年來對我的照顧。謝謝我的寶貝女兒，這麼貼心。也謝謝雨柔跟這個媽媽來到我們節目哈。那最後一點點時間，在這個就是有一點，哎呀，你看，就是在。像臭妹一樣，我們也覺得是很感動的哈。那我也想要請用一點點的時間，讓觀眾朋友在節目最後回去想一想，在母親節的時候，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媽媽說？那你利用這個機會，或許是最佳的表達機會。以上是我們這一集母親節這個新住民媽媽特別的內容，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下週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嚟記得要準時鎖定 Annie 社會是看破。耶！謝謝大家。
了，谢谢妈妈，谢谢你哦。哇，大家这个赞光很久了，谢谢。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真的没办法跟妈妈表现出自己的那个想法，所以他可能看到别人可以这么大方，也觉得自己那个吧，就是有些心酸啊。我们是笑点低，哭点也低啊，全班公认的。吃饭嘞，那天唔会妈妈教唔。吼，要求骨赞哦。他们说自己都会帮忙啊。哦，都会帮忙，对不对？大家都要分摊，都蛮平均的，然后后面就会说是3期。对，爸爸们不要前面说的这么好听嘛，后面又跟人家讲是只有3期而已，还算你们老实了哈。